好，欢迎收看公视第几台新闻世界通，我是曹欣。印尼首都雅加达近郊的乌加西4月27日暗时8点外发生重大的火车事故，一台空天列车弄到客停车，停伫咧铁轨路咧迄里升客时阵，哪会知影讲后壁一台长途列车弄过来？弄到通勤列车上尾载，一个女性专用车厢是怎来严重受影响、严重受损。目前至少15个人死亡，84人受伤，也罹难者拢是女性。发生火车事故的车头外口客满围观的人，车厢外围被掀起一大片，就知迄时阵浪的日头是真大。在雅加达差不多25公里的乌加西市，在27暗时发生重大火车事故，一个通勤列车因为遇到客停车停在铁轨路。在咧铁轨升客时阵，一个长途列车为后边弄到最后一个女性专用车厢，造成严重死伤。现场民众表示，事故发生的时阵传出真大声音，亲像爆炸声。Korbannya itu banyak sih Pak. Ada yang meninggal itu kita nggak tahu, yang kita ngangkatnya di atas yang korban-korbannya itu. 受伤乘客升客迄时阵状况表示根本袂好逃生。Saya pikir saya meninggal, apalagi kalau misalkan evakuasinya lama karena di situ udah ketiban-tiban jadi kayak pasti akan kehabisan nafas gitu saya pikir. Tapi alhamdulillahnya masih bisa selamat. 虽然长途火车顶悬240个乘客全部平安，不过通勤列车灾情惨重。事故了后点外钟，大火救援小组进入事故现场，因为通勤车厢被弄到外国起车。救援人员真细致用金属切割机抢救受困的乘客。车头外口至少20台救护车将伤者载去附近的病院治疗。病院急诊室也客满受伤的乘客甲着急的家属。救援任务整整12点钟才结束。这事故也造成真侪班通勤列车被迫减少。这事故佫一摆显示，印尼大众运输事故率偏悬的问题。除了铁路设施牢固，为服务好，真侪并高度缺少防护措施，也是造成车祸的主要原因。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到病院看受伤的人，同时去高架桥来疏解交通，同时针对事故启动全面调查，来改善铁路并高度的安全。公视新闻张淑芬报道。美国甲伊朗的和平协议又搁公布成，伊朗的外交部长阿拉奇是去到罗西亚见罗西亚总统普廷，讲美国的要求受过关，也普廷是表示罗西亚的尽力促进实现和平。罗西亚总统普京一行入会议室，马上甲伊朗外交部长阿拉奇握手致意。美国甲伊朗的和平协议，搁在破局。伊朗外交部长阿拉奇27前往路过会面罗西亚总统普京的时，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战争无实现任何目标。阿拉奇责备美国应该为美伊和平谈判的失败来负责任。尽管美伊正前的谈判有得到一寡进展，不过因为美国要求的条件过关，最后嘛是无达成协议。伊朗去年甲俄国签署20年的战略盘关系协议，对美伊的冲突，罗西亚总统普京搁再强调对伊朗的支持，赞扬伊朗人民勇敢捍卫国家主权，佮表示罗西亚的尽力来促进和平。Это мужество и стремление к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и иранский народ пройдет под руководством нового лидера этот сложный период испытаний и наступит мир. 受到美伊战争影响的荷姆兹海峡到今同款真軛完全开放。对此，中东国家巴林27日联合国大会，甲数十个国家共同发表联合声明，搁在呼吁应该随开放荷姆兹海峡，反对靠通行费非法威胁，也是终止航行权的行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也表示，荷姆兹封锁严重冲击全球经济，造成能源、大宗商品的市场剧烈波动，运输和保养成本小降，供应链严重断暂，互每一个人拢付出严重的代价，呼吁要紧开放海峡。I appeal to the parties: open the strait, let ships pass, no tolls, no discrimination, let trade resume, let the global economy breathe. 另外，欧盟执委会主席邦德莱恩27日莅临一场会议嘛，表示伊朗伫人权甲其他各种的问题迫害，是欧盟制裁伊朗的原因。必须看到伊朗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才会当解除制裁。现在要谈取消也阁伤早。公司新闻，陈思东编译。
台美贸易协定也未正式生效，不过外界伫咧关注讲，若是未来美国土豆上来到台湾免扣关税，继续陆续敢会冲击咱本土的土豆。农业部表示，可能会影响国内产量2至3成，会辅导转折。野土豆上大的产地就伫咧云林，云林县长张丽仙批评讲哦，是规个国家牺牲农民的权益。土豆产品真侪种，为土豆油、土豆面体、甲土豆米，产地当讲拢是台湾。国产土豆占市场75%，另外25%靠进口。即马主要进口国是印度占42%，其次阿根廷22%甲巴西10%。最近各界关注的美国只有1%左右。那台美贸易协定生效，美国会当零关税，农业部认为首先影响的是其他进口国。其他的国家，它必须要把它的进口价降得更低，否则恐怕它会没有，它可能进不来，因为全部都被美国占走。美国起壳的土豆交换价每公斤17块，虽然俗，要过进口台湾爱关税，支付进口权利金。那超过1万吨关税配价，搁加定64块。那量大到经济部启动特别防卫措施，搁加定1/3。一站保护机制，甲国内价差无大，要过零关税了后，才拢唔免付，甲国内价差就真明显啦。可能会有2、3成会。没有办法再生存下去，就是种花生的这些农民，我们把它转到有利的，而不是坐着挨打，全部都投降，不是这样子。虽然农业部评估有影响，也唔过袂安尼直直核心，也唔过土豆生产协会却无遐尔乐观。我们的成本80几，美国30几，你根本没有办法跟他竞争嘛。食品厂的单子会转到美国的花生去嘛？一台斤差20-30块、30-40块，那个是很吓人的成本呢。土豆上大产地伫云林，县长张丽仙认为，零关税土豆进口是一个歹消息，袂输别农。整个国家牺牲了农民的权益，等于就是一个灭农的政策。任何的一个政策当中，都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应该要从长计议，如何产销平衡。张丽仙县长批评农业部爱土豆农民，转正限制毛豆，敢有这么简单？也烦恼造成另外一波产销失衡。农业部认为，美国土豆确定加业者也在观望，即马也还未真正实施零关税，呼吁市场无应该有疑心理，压价想要继续。记者综合报道。来讲，今日台股是收伫咧39521点，落94点，4万点徛袂济。也台积电这几天是起真强，不过今日是收伫2215块，落50块。日本台股的加权指数是第2摆挑战4万点的大关，上关的时阵是一日啊扭到40101点，较可惜的是刷落来一日啊随降温，起势收中场对阳变乌，收伫39521点，落94点。技术面呢面临超买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啊，有些人想要下车，有些人呢也想要上车啊，所以造成了这个指数的一个部分呢在高档爆量，指数震荡的一个区间也扩大。台股面对4万点整数的大关出现震动，看台股台积电因为最近连续几天大起，互证交所列做事注意股尾盘观望，估计中场是收伫上价2215块，落50块。进一步观察最近亚股的走势，呈现两种完全无同款的状况。4月以来，韩国综合指数已经起30.93%，台湾加权指数是起差不多24.58%，日经指数嘛有双位数的起伏，但是印度和印尼股市的起伏拢无到双位数，菲律宾落0.8%。台日韩这3个国家或者3个股市来讲，其实就是处于一个在 AI 跟半导体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赛道之上。印度啦、印尼或者是菲律宾来讲，跟这个主要的一个赛道产业事实上关联性是不大，这个是最主要他们这3个市场表现比较落后的原因。美货淡的进度真慢，能源的供应有疑虑。若是加深亚股走势分歧，根据皮博经济研究指出讲，虽然台湾的能源是靠进口，不过因为伫个 AI 热调的晶片供应链的中心，按算今年的经济成长率会成长6.5%。台积电对台湾经济成长的贡献差不多是4.2%，但假使第2季的油价大起到达桶平均170美金，台湾的 GDP 恐惊会落到3.9%。
AI 的相关的产品在消费者那一端紧缩它的消费支出，在这个部分开始受到影响之后，慢慢的也会扩张到那个比较上游台积电的部分。学者警告讲，万一中东的战事延长到后半年，原油持续欠，台湾唔哪会面对出口动能减慢，都有可能出现程度性的通膨。包括台湾在内，全球拢会受影响。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并且母公司 Meta 本地要甲 AI 的新创公司 Meta 买落来。Meta 是中国工程师创办，也甲总部刷去到新加坡。不过，这站是去互中国主动禁止外资甲 Meta 买落来。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日前公告讲，因禁止外资收购人工智慧新创公司 Meta， 而且要求相关各方撤回交易。虽然讲声明无直接点名面册母公司 Meta， 但是 Meta 在去年12月捌宣布讲，要以差不多20亿美金来收购 Meta， 强化 AI 代理技术领域的布局。Meta 的发言人回应表示讲，这项交易是完全符合相关法律，而且期待会当有适当的解决方案。中国政府支持企业根据需要开展跨国经营与技术合作，相关行为需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Meta 是中国的工程师创办的，早期伫中国有设母公司，后壁就甲总部刷去新加坡。2005年推出全球第一款通用型的 AI 代理，公司会当伫较少人为介入之下来执行复杂的任务，伫国际市场是真紧就受到关注，嘛互看作是真有潜力的 AI 新创。外界本地甲 Meta 收购 Meta， 看作是美中科技人才和资源罕见的交流案例。Meta 嘛认为讲，这个交易已经是无问题啊。佮伫最近通知员工，讲即马 AI 的投资增加，会裁减几千个职位。但是外国媒体报道，伫2026年1月就传出中国政府介入，透过出口管制、外国投资法、佮竞争法等等来审查这项交易。伫调查期间，佮限制 Meta 的创办人离境。外界解读讲，这是中国甲 AI 产业定位做战略资产。美国政府最近嘛强调讲，会防范 AI 技术互外国大规模的 copy， 而且点名中国是主要来源。中国是颠倒讲美方打压企业的发展，双方伫技术供应链和人才流动等悬的冲突是持续升级。另外，就伫美国总统后个月就要访问中国的敏感时刻，中方雄雄出手来暖早收购案，嘛有可能互峰会议定的安排变甲更加麻烦。公司新闻单唱梅编译。台湾咪咪仔笑念歌团最近去到马来西亚，甲当地布袋戏做伙推出南洋过番歌，以台语为主，结合马来语、英语甲潮州话来呈现南洋的多元文化。长山的日子实在是真困难。简单的唱词，讲真百年前离开故乡的心酸，也带观众行入过番的历史记忆。有人开始偷偷伫遐咧七目屎，唱的时阵我拢足伤心的，因为我感觉着讲吼，迄个情绪拢起来啊，我足惊我嘛对因哭，你知无？Very touching. It's a very touching story, especially the part where the mother is singing. It's very sad. Sangat touching. My heart, my feeling. Macam I was in that situation. So macam sampailah apa yang diorang nak sampaikan tu. 我现在手上拿的这一张是以当年传票为原型的纪念票根，每位入场的观众都可以得到一张。南洋过番歌由马来西亚普通布袋戏负责写剧本，台湾微笑念歌团编写台语念歌，因为编写福建话甲台语相通，另外也用和马来语、英语甲潮州话。台湾现在出名的房春风，咁我伫咧头前的时阵，阮用马来语讲帮的方式，将伊引接成一首的歌，伫咧原本的曲调面顶，伊个有马来风味。歌戏为台湾念歌来，早年甚至文化输出到南洋，即马伫马来西亚依然保留台湾较少看到的表演形式。因的先生所唱的即个歌啊。有阮的先生杨秀京老师所唱的歌啊，阮会真明显感觉到，迄是同一个年代，佮有真侪较古早歌的用法，台湾即摆较无人安尼用。
这几年，微笑念歌团透过跨界合作，结合爵士乐、弗朗明哥、人字等形式拓展新观众，普通布袋戏伫传统基础一直咧创新，互现代观众产生共鸣。就是为着讲会使互更较侪人来看到、认捌到念歌，啊，无听着讲，大家听一解就讲，这我有兴趣，我会介意，安尼就真好啊。创新的部分，让你采用各种不相关的元素，包括音乐也好、口碑也好、语言也好。南洋国环歌5月要伫恒春演出，继续伫传统甲创新之间找到新共鸣。公司国际记者马来西亚编写报道。香港今年的班机飞机受到乱动影响，飞机提早也有变异的和生态专家真烦恼。这恐惊会影响到一个野生动物中间来引起生态失衡的连锁反应。班机嘛有人讲加布棉分布伫热带甲亚热带，包括中国南方。班机花正常的生长周期是生花后叶，以一年四季的周期来看，伊会伫寒冷的时阵落叶啊，反当年春天才开花。开花时树仔顶是光骨骨的，无任何一片叶啊。等到班机花全部落去的时，才会发新叶啊。不过最近10冬，花甲叶并存的异常景象是愈来愈接看到啊。根据天文台的资料，香港拄经历有史以来上温暖的冬季，12月到2月平均气温有到19.3度，比英国同期高2度。生态学家指出，今年香港班机开花时间比进前提早2礼拜，这绝对不是简单飞机外观的变化，佫会对生态甲其他物種造成影響。如果真係生咗蛋要維持 BB 嘅食物原來唔夠嘅話咧，咁嗰啲 BB 就慘啦，未必隻隻都可以繼續生存到落去。咁呢個係其中一個擔心嘅地方。啲動物同植物嗰個時間未能夠配合得咁好嘅時候咧，咁就會令到引致後邊依賴呢啲植物嘅唔同生物啦。甚至動物之間嗰個生物鏈啦，咁都會係有一個漣漪性嘅影響喺度啦。生態學家佫指出，若是樹仔愛將資源用伫維持葉仔生長，佫愛開花，可能就會致使花的數量減少。這種變化可能會對野生動物產生連鎖反應，因為花是鳥類佮蟲拖的食物來源。公視新聞沈樂培編譯。2005年1月，加州一個野火是燒甲真嚴重，也重災區阿爾塔迪納這個小鎮中間的速度是真慢。不過民眾呢是正向來面對困境，因家己出錢佇鎮內700多笪空地種花，希望中縣小鎮永過美景。細細蕊的阿片花是感覺色，佇草坡中特別顯目。這個花蕊是65歲在民艾米送予阿爾塔尼納鎮的大禮。一年前的1月，加州發生大規模野火災害，阿爾塔尼納鎮受災慘重。野火唔但是燒掉9000多棟建築，更加奪走19條人命，讓原本繁華家園變成趴園的廢墟。15個月過去，阿爾塔尼納慢慢啊，為趴園中徛起來。艾米感覺中間之路長更艱難，伊家己提錢出來用$12000買阿片花種子，種伫700多個空地啊！即馬旁園的土地開出花蕊，互居民暫時袂記咧失去家園的艱苦。These flowers, sort of like the Altadena spirit, if you will, sort of like the Altadena spirit, these flowers will grow and proliferate anywhere on the globe that humans can survive. 外乡像郁金香的阿片花是加州的州花，阿爾塔迪納賣以阿片天堂出名。小鎮剛好因仔也有阿片花的同樣一場大火，奪走居民身家財產，也互往地批建毀了了。艾米希望借阿片花保證計劃中現當年火海幸福。My hope is that in subsequent decades, years and decades, Altadena is once again justifiably renowned for its poppies as a way to bind us together. 雖然加州受到氣候變遷的影響，帶來上可怕的3月天，也毋過才會希望花蕊有緣佇壁角慢慢來盛開，花海給予民眾欣賞留影，加做旁園地景中為伊的生機。這片花海親像希望的指標，毋但美化遭到大火災害的旁園景象，更較為艱難的中間之路注入溫暖的力量。公視新聞劉淑芬編譯。感謝觀眾朋友收看今日新聞世界通，明仔載同一時間再會。